新北市府要整理邦桥第一运动场和周边的环境。新报上表示，拢总有15丛的树仔爱刷位，各有25丛就爱撤掉，这就引起民众甲护树团体不满。所以目前这撤树的工程是拢慢车进行，民团希望会当用刷位来代替撤掉树仔。主干倾斜，然后有大面积腐朽，然后结构不良，这个是以。 几若丛树仔顶面拢有搭一张树仔的风险评估报告，说明移除的原因。这个树仔是邦桥第一运动场周边的树仔，配合环境提升的工程，经过评估，总共有15丛爱刷位，25丛爱撤掉。拜五，台湾树林会和在地民众做伙来开记者会，希望政府在做评估的时，会当以刷位甲救护为优先。像旁边这一棵树，它很大棵，它这一棵没有说要移植，可是它就可以让家支撑。我们一般国际标准就是在中空腐朽的比例，如果是达到树径的66%，或是面积的50%以上，这个是中空腐朽的标准。那如果倾斜的角度是30度以上。 新北市政府回应，树仔的健康状况和风险并无绝对的关联性。一丛看起来正常的树仔，也是有可能因为结构的欠缺产生风险。专家学者在进行树木风险评估的过程当中，需要考虑真侪因素，包括树种、生长习性、树木缺陷、甲伊所在环境等等。表示运动场周边的路有改善的必要性，相关的评估拢有照正常的定数去行。这个人行步道因为比较早期去做，所以其实很多都不符合现在的无障碍的使用通行状况。新北市政府表示，这届工程邀请来审查的3位学者，拢是现任的树保委员。定数嘛照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落去办理，望提供民众安全的景观环境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新北报道。